献上阮感谢的祭。我们奉献感谢的祭，也要求求你的名，时常敬诚来祈祷。 只是阮来我靠你，主啊，阮知通有你了，阮行的道路。我知通行的路，因为我心仰望你。我要奉献感谢。 时常敬诚来祈祷，表明我心声。我要对你的心所举手困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。 几项事来献上咱的祈祷，咱求圣神光照咱，为着咱家己的罪，会当伫上帝面前来认罪、来祈祷，求主耶稣的保护，洁净咱所有的罪，互咱成做一个圣洁的人，互咱甲上帝建立有好的关系，求啊上帝帮助咱。 互咱会当更加来亲近上帝，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。咱为着咱家己的罪，咱为着咱家己，咱甲上帝更较好的关系来献上咱的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听当家恩典，因为你是阮我靠的伟大加力量。主啊，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更加来亲近你。 我咱心心认罪来悔改，天父上帝，阮知，阮是有限的，阮是软正的，主啊，伫阮的生活当中，阮时常犯罪了，得罪了你，主啊，阮离开你的道路，主啊，阮是不是阮的罪，无论伫阮的心思，还是阮的语，所行所犯的过失，求你来赦免阮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的保护洗净阮拢总的罪，来洁净阮的心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重新得到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求你光照阮。 互阮知阮家己的不足，主啊，阮求你赐互阮一个悔改勇气的开咱，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会当每一日来亲近你，主啊，阮爱用祈祷，用读圣经来靠无你的话，赐互阮一个靠无的心，主啊，互阮当伫你的话语当中，互阮记得开咱，主啊，你的灵伫阮的心中来运行带领阮，伫阮的生命当中。 主你是真理的道路，愿主你的灵常常伫阮的心内，引带阮行伫真理的道路，来互上帝你来所欢喜。只是咱也为着教会的事工福音甲宣教来献上祈祷，也为着咱教会50几年，咱有一个的事工，
咱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咱献上咱的恳求，互这个时间成做咱每一个会友灵命搁较有上帝的快乐伫咱的心上，互咱的教会行伫上帝引带咱的道路顶面，咱做为了咱教会，为了咱福乐喜年来献上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我感谢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一直以来老是带领我教会。今仔日我搁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主啊，我为着阮教会事工宣告使命来献上祈祷。主啊，你互着阮成做这个世上会更加严。主啊，求你兴起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念着阮对宣告福音的热情，勇敢的活出基督的款式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互阮会当成做一个宣告福音的情景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充满伫阮的福音教会，无论伫事工，无论伫服侍，福音宣告拢要下注你的心意。主啊，特别阮为着阮教会50禧年，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。主啊，50禧年的恩典，也是属于阮属于新的起点。主啊，阮要展望阮的未来，求你含主了合一的灵伫阮的教会，互阮的福音的事工来更加辉煌。主啊，伫阮的宣告的使命当中，主啊，我们用你的标杆，向主你的面头前来行。主啊，愿福强教会成全这个世代的祝福，祝福这个社区，祝福伫阮每一个会友、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。主啊，50禧年毋单是起床，是要更加，互阮的教会伫主你的心意，用主你的标杆来走。主啊，福强教会要伫你的带领当中，进入更加丰盛的禧年。主啊，我要对你的圣所，主啊，我要搁并举手来恳求。咱为着咱教会天幕台牧区，咱的主日学，要伫7月16，伫要来即礼拜7月16加19，要来举办夏令营。咱求上帝，互这个营会充满上帝恩典，互这个营会会当进行，拢伫上帝带领当中。咱为着咱教会青少年，你的细囝。也是伫天幕台，也是伫主日学，咱拢为着伊来祈祷。后来咱做伙为着青少年要办的夏令营来祈祷，咱做伙开声为着这个事来祈祷。感谢你，在这个时阵，我们做阮教会青少年，在主日学的囡仔来献上祈祷。主啊，求你引带因，伊细汉的时阵就来入家里来亲近你，也伫你所爱的道路顶面。你是少数智慧智慧的上帝，主啊，互因伫读册，也是交朋友的当中，求上帝你，互因当追求你的旨意，互因会当欢喜来到你的面前，互因会当爱读圣经，爱做礼拜，坚固因的信心，互因勇敢来为主你做好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我答阮特别将因。要来夏令营，佮交代伫主你的面前，恳求上帝你保守规个活动会当平安顺利。祝阮每一个老师同工有
对你遐来的智慧、疼心甲体力，也保守每一个细囝伫活动当中拢有平安，拢有喜乐，会当拍开因的心来明白上帝，因为你的疼，我这个福音正伫因的心内，主爱天父上帝，我若为着这个细囝因暑假的生活来祈祷。求上帝，你保守因伫暑假的假期，伫每一项的活动当中，拢有美好的成长，离开危险甲试探，会当出入拢得到上帝你的平安。这时阵，咱来为着咱今日来聚会来献上祈祷，咱来为着咱阿牧师的讲道来献上祈祷，咱为着咱今日的服侍者，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会当升起。咱的心会当谦卑，做伙伫遮领受上帝的教导。咱做为着今日的聚会，所来献上祈祷。听天父上帝，这是阮当心来到你的时阮靠做前，主啊，希望即个风台阮知，拢是你疼的怜悯，互阮无受到真大的影响，互阮搁一遍会当组织伫主你的圣殿。伫遮来敬拜上帝你，如果打阮今日要将阮今日的敬拜完完全全拢交代伫主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求你来净阮的心，主啊，阮要用敬畏甲喜乐的心，同心伫遮敬拜上帝。求他阮要将牧师今日要所传讲的信息，搁一遍交托伫主你的面前，求上帝你亲自来引带，除了你对你下来的真理甲能力。牧师所传讲的话语，充满冠冕甲真理，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，成就阮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祝福。主啊，求你来保守阮今日所有参与的服侍的兄弟姊妹。主啊，无论阮伫什么所在服侍，我拢求你赐了下面的灵伫阮的当中，互阮每一项服侍拢出于你对你的疼，拢是要来荣耀你上帝你的名。天父上帝，求你拍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，互阮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通听你的话语，互阮的心深深，互你的话会当深深来伫阮每一人的生命当中结出美好的果子。主啊，当阮叫一遍将阮今日的敬拜完完全全交在伫主你的面前，愿上帝。带领阮同心伫遮敬拜，同心领受，同心要得到主你的恩典。感谢上帝听阮的祈祷，愿今日礼拜充满你的同在。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恳求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邀请兄弟姊妹对咱的座位来做起立，我要对圣所举手来恳求。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。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记得那样来在你面前，真多你满意的罪，愿我记得那样来在你。咱做用这条诗歌，耶稣掌权，哈利路亚。
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神有歌，你给的胜利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神有歌。是万王的王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神有歌，你给的胜利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神有歌。是万王的王，神有歌，是万王的王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哈利路亚。